全體肅立。請校長、家長教師會主席、校友會主席及老師進場。請各位繼續保持肅立。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2025至2026年度結業暨頒獎典禮升旗禮即將開始。請台上各位嘉賓、老師，台下各位嘉賓、家長、老師、同學面向旗杆，肅立。升旗隊現在進場，現在出旗。升國旗，奏唱國歌。升旗儀式結束，有請各位恢復原位，繼續保持肅立。恭誦太上道祖頌，為我道祖，博大莫名，象啟原始，氣閒太清，
周室首座，函谷傳經，觀廟觀轎，惟微惟精，知足不辱，知常則明，傳言玄奧，許欲群生，東來紫氣，化披蒼蠅，熙熙有眾，春台同燈，遵循景行，緬懷異形，必恭必敬，頌足為成。請台上老師同嘉賓面向太上道祖聖像，齊向太上道祖聖像行拱手禮。請將手部置於胸前，右手握拳，左手抱住右手，右手大拇指收入右手掌心，鞠躬，鞠躬，再鞠躬。請校長同各位老師可以面向同學，唱校歌。唔該晒蘇志雲同學，請各位就座。好，而家有請校長為我哋致訓詞。各位家長、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各位同學早晨！今日係2025年香港道教聯合會玄學院第二中學嘅結業禮，亦都係大家同學今個學年嘅最後一個上學日，亦都係今個學年一個總結嘅日子。所以今日嘅致辭都會長少少嘅，亦都今日一個好特別嘅日子。除咗大家係結業禮之外呢，其實今日都係文憑試放榜嘅日子嘅，係啦。咁啊，今日都學校都有好多喜訊嘅。今年啱啱放榜啦，係啦。今年中六有同學，首先都同大家講呢，今年都有好多同學考得相當之美滿嘅成績。6科最高分嘅同學呢係有33分嘅，33分。係啦，蔡怡文同學，咁啊暫時未知升讀大學咩學科啦，因為聯招可以1個月後先會放榜嘅，而家係放成績，入大學就1個月之後嘅。咁33分即係有幾難呢？同學知唔知係幾難啊？33分，如果6科33分，全港學生嘅你估係排第幾？如果由100名嚟排，大概排喺第3名，3% 左右，係啦。如果呢33分呢，就等於排喺3% 左右啦，即係100名排喺第3，其實好難嘅。係啊，你諗下，因為個同學起碼有佢有2科係5星星嘅，我記得係有2科5星，2科5星，跟住2科4咁樣嘅，係啦。咁33分其實唔止嘅，因為佢喺大學有啲科佢就會加成嘅。所以同學咧係要加油啦！你哋師兄考得咁好呢，即你哋係你一個學習嘅無階嚟嘅。咁同學呢，
特別中三升中四嘅同學啦，係啦，開始進入 DSE 嘅準備啦。其他級嘅同學都要努力。我希望下一年或者再下一年、再下一年，到你哋放榜嗰時，同學都仍然有呢個佳績。除咗33分呢，都有成10多名同學呢都超過20分以上嘅。始終而家入大學個門檻呢係比以前高嘅。如果大家有睇呢2日嘅新聞呢，學友社都講入大學要起碼要有22分，係啦，22分即係又有幾難呢？用100名嚟排，係啦。通常我哋啲同學都唔會諗有幾難嘅。100名嚟排嘅話呢，大概排喺100個裏邊排喺第10至15個人咯嘅名次。如果用100嚟排嘅話，其實都難嘅。其實要考到20幾分以上嘅話，咁樣。所以同學呢，聽完之後呢，要記喺心裏邊要加油啦。其實唔好咁容易自滿，係啦。所以呢，同學今日雖然係結業禮，但係呢，好快9月開學呢，又要再開始準備你嘅學業，特別中3嘅同學，下個學年就係中4嘅啦。你哋時間係剩翻2年半啫，就要考 DSE 嘅啦。好似好大力啊！咁快未上堂就用咗 DSE， 但係真係好快，時間過得好快嘅。大家家長都明白，時間過得好快。轉眼間你嘅小朋友中1入學已經完咗個學年嘅啦，咁啊升中2嘅啦。中2嘅家長呢已經過咗2年嘅啦。嗱，所以啦，無論都好啦，今日就講完 DSE 之後呢，就開始講翻今日嘅正題啦。咁一個充滿挑戰同埋機遇嘅學年裏邊呢，咁啊即將完結啦。咁啊喺呢個特別時刻呢，我都想同大家簡單回顧一下我哋今年嘅成就，係啦，見證大家喺體育、喺 STEM 學業、文化藝術各方面嘅驕人成就。嗱，實在太多，就未必能夠一一全部講晒嘅，係啦。譬如話啦，排球隊贏咗幾多獎，實在太多啦。中學團贏咗幾多獎，而家實在太多啦，係啦，都未必一一細講，係啦，我都盡量講啦。譬如話啦，喺體育場上面，同學流過不少嘅血汗水啦，換取咗唔同嘅成就。譬如喺排球場上面，無論男子隊、女子隊、高年班、低年班都有優異嘅成績，係啦，打入呢個精英賽。越野場上裏面，今年嘅男子丙組得到團隊嘅冠軍，手球隊喺 U15拎到殿軍。而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蛙艇賽2025至2026裏邊呢，我哋嘅學校嘅校隊亦都拎到卓越成就，男子甲組拎到冠軍嘅。而第44屆舞蹈比賽啦，係啦，啲女同學啦，喺唔同嘅組別都有相當之好嘅成績，都係金獎，係啦，成績亮麗。每一塊嘅獎牌，每一個榮譽呢，都係同學日復日克服唔少喺艱難鍛鍊嘅成果，係啦。希望大家呢可以用你哋嘅行動，完美地詮釋咗呢一個我哋校訓明道立德裏邊嘅堅毅不屈嘅精神，係啦。譬如 STEM 方面啊，更加咧喺伍廷朗老師同埋古頌文老師嘅帶領之下呢，係有卓越嘅成就，大放異彩。譬如今日我哋科研隊嘅隊員律師班曾超然同學，係啦，早前參加咗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數字辦同埋教育城舉辦嘅2025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裏邊拎到中學組嘅金獎。嗱，對手好強嘅，其實而家我哋做科研嘅對手呢唔簡單嘅，所有嘅名校我哋噏得出嗰啲都會參加。其實而家係強手如雲嘅，係啊，即係要拎到金獎唔簡單。今年金獎係我哋學校拎啦，上一屆金獎得主呢係呂拔萃嘅，係啦，嗰位潘同學，係啦，即係好多新聞嗰位潘同學。所以啦，難嘅其實，但係都能夠拎到金獎。呢個比賽甚至乎係譽為咧學界嘅奧斯卡，係啦。小學組呢都係大埔區拎嘅，其實小學組係舊區小學佢哋拎金獎嘅，係啦。所以啦，呢個 ICT 嘅金獎啦，咁啊同學就憑佢嗰個叫做掌握預期呢，拎到高中組嘅金獎。另外啦，
同學亦都參加由呢一個黃金時代基金旗下舉辦嘅智齡照顧實驗室4.0，共同推發動嘅跨代照顧者聯盟國際中學生智齡科技創新計劃聯校比賽。我哋嘅隊伍憑住出色嘅設計咧，拎到最佳創新意念獎。其實即係咩呢？即係其實呢，因為香港咧進入咗人口老化啦，所以呢，同學喺呢一個創科上面呢，都為一啲長者做一啲嘅研究，係啦。咁而家都係多呢啲嘅範疇去做嘅。大家唔好睇小啊！有時呢啲創科係好簡單，好簡單，都係拎到好多嘅獎項嘅。嗱，我舉一個例啊，前幾年有間學校呢，喺呢一項比賽呢，係發明咗乜嘢呢？係着褲機，着褲係啦。因為啲長者70-80歲呢，原來着褲係好難嘅，係啦。但係嗰啲同學嗱，呢個獎唔係我哋學校做嘅，就另一間學校做嘅，就係解決啲長者自己着唔到褲嘅問題。係啊，咁呢個都係一啲大家係用一生活嘅小節去諗嘅，係啦。所以同學如果有機會再參加呢個比賽呢，其實唔係一啲好難嘅嘢，我喺生活上嘅小節去諗，去幫到啲長者。另外啦，我哋喺個其他比賽上面呢，譬如話喺一個叫樂齡科技本地交流賽裏邊呢，亦都憑呢個設計智能輪椅呢，拎到最佳嘅演繹獎。另外喺科普快遞科學演說比賽裏邊呢，我哋成功打入最後9強啦，亦都係唯一一間呢地區中學嘅比賽隊伍。而雖然拎唔到冠軍啦，但係參賽嘅同學係拎到呢由康文署同埋教育局全額嘅資助，參加2026年青苗科學家研究活動嘅計劃，會喺7月呢稍後呢會到深圳、廣州、杭州考察商湯科技同埋各個阿里雲呢啲人工智能中心呢，去學習啲最新嘅科技嘅。除咗 STEM 之外呢，我哋都有啲同學係將 STEM 變成一本書，係啦，將呢個頭先講嘅個掌握預期個作品呢，就變成一本書啊，參加比賽，就一本書嘅誕生，最後呢係獲到金獎嘅。仲有多唔同嘅比賽啦，大家都知道唔係話一蹴即就一定成功啊！佢哋創作過程裏邊係不斷從錯誤中學習，錯完再做，錯完再做。有時候我都見到啲同學呢，好多時好多個晚上都留喺學校留到好夜先能夠離開嘅，因為佢哋不斷錯咗再做過，將啲資料再重新核對過，係啦。另外啦，喺學業文化方面呢，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成就。頭先講咗 DSE 放榜之後呢，今年6師班譚浩朗同學呢，通過咗學校推薦嘅直接取錄計劃，未放榜之前係啦，就得到香港大學工學學士呢個課程取錄。點解同學未放榜就會取錄呢？有同學知道啊？就係同學除咗專注佢嘅學業之外呢，佢亦都喺課餘咧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比賽，所以最後呢，學校推薦咗佢呢一個直接取錄計劃，而且最後亦都香港大學喺未放榜之前呢，已經直接取錄咗佢啦，係好難得嘅。全港800幾個學生去報名嘅，得300幾個係可以取錄，係啦。咁其中有100幾個呢係去咗香港大學嘅。咁我哋嘅同阿譚浩朗同學係其中一個啦。除咗呢樣之外啦，另外有同學喺閱讀報告方面得到唔少嘅獎項，譬如話吳子希同學喺呢一個跨校閱讀報告比賽裏邊呢嘅中學組拎到冠軍，余劍橋同學獲得卓越嘅佳績，蔡金菊同學亦都喺呢個細聲細聽聲音故事創作比賽得到高中組嘅冠軍。另外呢，啱啱最近嘅6月考完試之後呢，3E 班嘅同學呢就參加咗我們的家我們生活嘅故事演編大賽，拎到呢個初中組嘅金獎個冠軍，係啦，相當之難得嘅，因為啲對手都係好強嘅。另外啱啱上星期係啦，有3E 班嘅同學張安琪同學呢喺一個英文作文比賽，記住係英文作文比賽拎到冠軍嘅。其他
參加學校呢都係傳統名校嘅。當時嘅作品比賽嘅亞軍、季軍嗰啲優異獎係咩學校呢？聖 Mary、女拔萃都係拎亞軍同埋優異獎。但係我哋嘅同學阿張安琪呢係冠軍，仲有另外一個創意獎。我哋俾一掌聲張安琪同學，證明我哋同學嘅英文呢係可以比傳統名校比得上嘅，只要肯用心。我都仲問阿張安琪同學有冇補習㗎？咁樣冇補習㗎，留心上堂聽老師講，係啦。所以同學呢，記住啦，留心上堂聽老師講，係啦。啲同學唔係係補習㗎，唔係佢冇補習㗎，真係自己作嘅篇文，係啦。嗱，另外啦，除咗英文創作比賽之外啦，亦都有啲其他活動嘅，今年都相當成功嘅。譬如係中國歷史科有搞咗個叫做故宮博物館克魯故宮嘅大篷車走進校園，俾同學可以實際見到一啲故宮嘅物品啦。雖然有啲係假嘅，全部都係假嘅，俾同學睇下嘅。咁啊，都係從唔同方面去刺激同學學習啦，同埋對中國文化嘅認識。活動太多啦，我都唔能夠一日細讀啦。無論係體育、STEM、學業、文化方面，同學都有成績嘅。其實太多啦，一要全部逐個數呢，我相信係要數30分鐘咁樣。嗱，講完成果之後呢，我都希望同學第二部分呢，希望同學呢，雖然今日係結業禮，但係都記住一樣嘢，唔好怕辛苦。我成日都同啲同學講，甚至同同事都咁講啊，年輕同事講，我哋讀書做嘢做人呢，最緊要唔好怕蝕底，唔好怕辛苦，係啦，咁先可以喺未來有更大嘅成就嘅。喺一個講頭急速嘅年代呢，好多人都想揾捷徑嘅，唔想辛苦呢就有成功。但係作為你哋嘅校長，我想講俾大家聽呢，呢個最簡單最直接嘅道理，你想擁有一樣嘢嘅話呢，其實要成功係得來不易嘅。所有嘅成就呢，背後係有汗水嘅，即係等於排球隊，佢哋點解會有咁好嘅成績呢？佢哋唔係個個都唔係天才嚟嘅，佢哋係靠個不斷嘅練習努力先有成績嘅。呢個世界上或者天才呢係萬中無一嘅。而有成就嘅人呢，個道理都好簡單嘅，就係要勤力，係啦。天道係酬勤嘅，所以希望同學明白，你無論喺體育上面要有成就，要勤力；你喺 STEM 方面係啦，要有成就，要勤力，唔怕辛苦；喺學業文化方面有成就，都係一樣，唔怕辛苦，係好緊要嘅。我今日嘅分享呢，就到此為止啦，希望同學明白。唔好怕辛苦，唔怕蝕底。多謝大家。唔該晒楊校長。好，跟住落嚟呢，就係我哋頒獎嘅環節。咁我將時間交俾何志雲老師。好，各位家長、各位嘉賓、校長，大家好。咁今日呢，我哋會頒發好多嘅校內嘅獎項。咁啊，未頒發校內嘅獎項嘅時候呢，我哋先頒咗一個校外嘅獎項嚇。咁呢就係學校呢早前就舉辦咗一個小學校際 AI 科學影片拍攝比賽。咁其實呢，呢個比賽呢就配合呢小學呢而家推行呢個嘅科學嘅課程。咁呢個課程呢就係想話培養同學對科學嘅興趣啦，並且學會利用唔同嘅 AI 技術，以輕鬆有趣嘅方式咧，向公眾咧推廣科學嘅普及嘅。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喺呢一個嘅我哋學校嘅大堂嗰度咧，就其實睇到好多我哋參賽嘅作品水準係非常之高嘅。咁今日咧，我哋就會係頒發呢個獎項。首先咧，我哋會頒發咧就係優異獎嘅。優異獎咧嘅得獎者咧就係我哋隔離嘅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咁咧就係喺黃建聰老師嘅指導之下咧，就係攞咗呢個獎嘅，係啦。咁我哋咧就請校長為我哋頒獎嚇。好，咁咧就佢哋嘅成員咧就包括咧就有陳巧月、李長廷、湯建熙、楊樂銘嘅，係啦。咁我哋可以同我哋校長一齊影翻張相先。
咁佢哋嗰個作品嘅名稱咧好得意嘅，叫做《三隻小豬逃亡記》啊！我睇嘅時候都覺得好有趣得嚟咧，其實真係有好多 AI 啦，同埋一啲科學嘅常識嘅嚇。好啦，之後到季軍嚇，季軍呢就係得獎者咧，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係啦，我去咗交流團啦，咁所以咧冇嚟到，咁或者都介紹下佢哋咧，就係佢哋嘅作品咧叫《令人流淚的洋葱》啊，咁非常之好，我睇完都覺得學到好多嘢嘅。好，跟住下一個咧就係亞軍，亞軍咧就係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嘅，係啦。咁佢哋咧同時獲得咧最受歡迎影片獎、最受歡迎影片獎嘅，咁咧就係叫做《地球的科學奧秘》啊。好，咁啊可以上台領獎。咁咧兩位同學都係姓李嘅喎，李浩達、李宏睿，係啦。笑容非常之燦爛啊！好啦，冠軍呢就係香港教育大學，係啦，都係香港教育大學嘅嚇。咁呢就係佢哋嘅作品名稱呢，好得意㗎。大家有食過豬皮啊？係咪啊？就叫豬皮大變身，臭豬皮變成 QQ 芒果，果凍的科學魔法。哇，好長啊個名嚇！咁咧呢位咧就係鍾樂游同學啊，鍾樂游同學就係攞咗獎。當然啦，唔少得指導老師咧，何傑山老師同埋鍾樂游嘅家長啊，家長自己指導下。OK， 好啦，咁咧呢個獎品咧，呢個頒獎咧就完畢啦。咁啊我哋透過呢個嘅比賽咧，其實都係想推廣嚇，即係科學嘅普及啦，同埋 AI 嘅應用嘅。OK， 好啦，請校長留步，下一個獎項都需要你繼續頒獎嘅。好，跟住落嚟頒發嘅係我們的家、我們的生活故事編演比賽2026嘅獎項。咁我校嘅同學呢，喺全港係獲得冠軍嘅。咁佢成員包括呢 Free 蔡雙慧、鄭海怡、陳佩欣、沈俊朗、陳曼妮、鐘正彤同埋陳可怡。當中陳曼妮同學、鐘正彤同學、陳可怡同學獲得品行優異獎，另外陳可怡同學亦都獲得侯永昌獎學金嘅。請向同學合照留念。恭喜晒以上同學，亦都唔該晒楊永輝校長。跟住落嚟有請陳兆峰副校長為我哋頒獎。跟住落嚟頒發嘅係家長教育平台傑出參與獎。咁獲獎嘅家長係 2A 班林宇希同學嘅家長，請家長出嚟領獎。恭喜以上家長。跟住嚟頒發嘅係仁愛護照計劃嘅獎項。2E 班黃子涵同學同 3E 班蔡雙慧同學都獲得仁愛星中之星嘅獎項嘅。另外黃子涵同學亦都獲得視覺藝術科全級第1名。另外金獎班別係 3C 班，我哋有請蘇樂怡同學負責帶領。而蘇樂怡同學亦都喺中3級體育科獲得全級第1名。好，請以上同學合照留念。
恭喜晒以上同學。接下來頒發嘅係傑出班風獎勵計劃嘅獎項。我哋傑出班風獎勵計劃第3階段嘅冠軍分別係 1E 班、2E 班以及 3E 班。請以上班別代表上台領獎。而我哋全年年度嘅總冠軍得獎嘅班別係 3E 班。恭喜晒以上得獎嘅同學，亦都唔該晒陳副校長。跟住嚟有請曾彩芬副校長為我哋頒獎。接下來頒發嘅係圖書館組嘅獎項。首先頒發嘅係謝書龍虎榜個人銅獎，得獎嘅係 2A 林玉婷以及 2E 陳景漢同學。而謝書龍虎榜嘅班別銀獎會由 2B 班獲得，有請陳子晴同學代領。而陳子晴同學亦都獲得家長教師會學業成績最佳進步獎。而謝書龍本獎嘅班別金獎係 2C 班，請何子希同學代領。而何子希同學亦都獲得金月角電子書閱讀銅獎。而 3E 班陳澤林同學亦都獲得金月角電子書閱讀計劃嘅銀獎，同時獲得品行優異獎。請以上同學合照留念。恭喜晒以上嘅同學。接下來頒發嘅係廣泛閱讀計劃中一級個人表現優異獎，得獎嘅同學係 1A 葉佩權、1E 黃嘉、1A 黃正恒。而廣泛閱讀計劃中一級班別表現優異獎獲得嘅係 1A， 請黃正恒同學代領。而廣泛閱讀計劃中二級個人表現優異獎獲得嘅同學係 2E 陳欣晴、2E 鐘晴宇、2E 李子軒。而李子軒同學同時獲得吳禮和獎學金。而中二級班別表現優異獎係 2E 班，亦都請鐘晴宇同學代領。請以上同學合照留念。恭喜晒以上得獎同學，亦都唔該晒曾副校長。接下來有請陳益姜副校長為我哋頒獎。接下來頒發廣泛閱讀計劃中3級個人表現優異獎，獲得嘅同學係 3E 呂義婷同學。呂義婷同學同時獲得英文科全級第1名。3B 蔡丁琪同學同時獲得品行優異獎，視藝科全級第1名。3E 鄭詠詩同學 3E 陳佩欣同學。而廣泛閱讀獎勵計劃嘅中3表現優異班別得獎嘅係 3A 以及 3E 班。恭喜以上同學。請陳副校留步。接下來頒發廣泛閱讀計劃中3級個人表現優異獎 3A 蘇子韻同學。蘇子韻同學同時獲得品行優異獎以及服務優異獎，以及 3A 廖展勤同學。廖展勤同學同時獲得家長教師會學業成績最佳進步獎、服務優異獎、義工認證金獎、宗教倫理科全級第1名，以及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突出學生獎。請同學合照留念。恭喜晒以上同學，亦都唔該晒陳益姜副校長。接下來會頒發中一級學業成績優異獎，我哋有請校友會會長劉家華先生為我哋頒獎。
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1A 徐子喬同學，普通話科全級第一名 1E 周一晴同學，體育科全級第一名何善玲運動員獎學金 1B 黃銘恒同學，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1E 蘇心月同學，視藝科全級第一名 1E 楊子怡同學，英文科全級第一名順豐仙官獎學金 1E 吳日賢同學，數學科全級第一名靜心獎學金 1C 蘇許佑同學。請以上同學合照留念。恭喜以上同學！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1E 楊正浩同學，科學科全級第一名 1A 方正賢同學 ，1C 總成績全班第一名圓玄學院獎學金 1C 李仲橋同學，地理科公經社科全級第一名省線真堂獎學金 1E 陳家朗同學 ，1A 全班總成績第一名圓玄學院獎學金 1A 葉佩權同學，數學科全級第一名品行優異獎正心獎學金省線真堂獎學金 1E 郭思亮同學，科學科全級第一名總成績全班第一名黃成益獎學金圓玄學院獎學金 1B 何子源同學。請與上同學合照留念。恭喜以上同學，唔該晒劉會長。接下來頒發中二級學業成績優異獎，有請駐校社工李志正姑娘為我哋頒獎。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2A 翟雙柔同學，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2B 李偉樂同學，體育科全級第一名何善玲運動員獎學金 2C 李偉霆同學，科學科全級第一名品行優異獎 2B 壽啟宇同學，普通話科全級第一名品行優異獎 2A 林宇希同學，公經社科全級第一名善德真堂周龍正獎學金 2A 楊玉龍同學，歷史科全級第一名家長教師會學業成績最佳進步獎 2A 姚詠詩同學。請以上同學合照留念。恭喜晒以上嘅同學。英文科全級第一名 2E 梁仲森同學，宗教倫理科全級第一名品行優異獎朱如月容獎學金 2B 江嘉欣同學， 2B 總成績全班第一名朱如月容獎學金圓玄學院獎學金 2B 唐婉之同學，數學科全級第一名 2C 總成績全班第一名順豐仙官獎學金圓玄學院獎學金正心獎學金 2C 楊子樂同學， 2E 總成績全班第一名善德真堂周龍正獎學金圓玄學院獎學金 2E 陳欣晴同學。請以上同學合照留念。恭喜晒以上同學，唔該晒李姑娘。接下來有請駐校社工楊志賢先生為我哋頒獎。接下來頒發中三學業成績優異獎，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3A 陳海橋同學，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3B 馮俊琪同學，電腦科全級第一名 3A 葉子謙同學，中史科全級第一名品行優異獎侯永昌獎學金 3E 蘇煥文同學，科學科全級第一名順豐仙冠獎學金服務優異獎 3E 沈俊朗同學，數學科全級第一名品行優異獎通善壇獎學金正心獎學金 3E 陳佩欣同學， 3A 總成績全班第一名圓玄學院獎學金品行優異獎 3A 黃志賢同學，數學科全級第一名 3B 總成績全班第一名圓玄學院獎學金 3B 李樂欣同學，科學科全級第一名 3C 總成績全班第一名圓玄學院獎學金 3C 林善儀同學。請以上同學合照留念。
恭喜晒以上同學，唔該晒楊 Sir。接下來將頒發獎學金，有請家長教師會主席趙佩娥女士為我哋頒獎。家長教師會學業成績最佳進步獎，溫師邱玉晴同學，溫師鄭子琳同學 ，3A 陳卓琳同學。黃成益獎學金，溫 B 李樂賢同學。吳禮和獎學金，溫 E 李立仁 ，3A 李俊同學。何善玲運動員獎學金 ，2A 陸永森同學 ，2E 徐一賢同學 ，2E 魏天正同學。葉滿堂獎學金 ，2C 楊萬純同學。葉滿堂獎學金及品行優異獎 ，3E 楊其壯同學。請以上同學合照留念。恭喜晒以上同學，唔該晒趙女士。最後有請楊影輝校長為我哋頒獎。最後頒發嘅獎項都係一啲比較重量級嘅同學，佢哋有好多嘅獎項，所以壓軸頒發啊！咁第一個會頒發嘅呢，會係 3E 蔡雙慧同學。蔡雙慧同學喺公民、經濟與社會科獲得全級第一名，獲得通善壇獎學金、品行優異獎、服務優異獎以及廣泛閱讀計劃個人表現優異獎。恭喜晒蔡雙慧同學。跟住頒發獲獎嘅同學係溫姨黃奕嘉同學。維嘉同學嘅家長都有嚟臨嘅，要請家長一同合照留念。維嘉同學獲得中文科、宗教倫理科、電腦科全級第一名，總成績全班第一名。省選真堂獎學金、圓玄學院獎學金、品行優異獎、廣泛閱讀計劃個人表現優異獎嘅。好，恭喜晒黃奕嘉同學。接下來獲獎嘅同學係 2A 班林玉婷同學。林玉婷同學喺中文科、中史科、數學科、電腦科獲得全級第一名，總成績全班第一名，亦都獲得善德真堂周lon正獎學金、圓玄學院獎學金、靜心獎學金、品行優異獎、借書龍虎榜銅獎、廣泛閱讀計劃個人表現優異獎。林同學嘅家長都有出席，有請家長一同合照留念。恭喜晒林同學。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校友會主席劉家環先生一同同校長一同頒發以下嘅同學嘅獎項。跟住落嚟獲獎嘅同學係 3E 班張安琪同學。張安琪同學喺中文科、普通話科、歷史科、地理科、企業與會計科亦都獲得全級第一名，總成績亦都係全班第一名。同時獲得通善壇獎學金、圓玄學院獎學金、靜心獎學金、品行優異獎、服務優異獎、廣泛閱讀計劃個人表現優異獎，以及校友會嘅年度傑出學生嘅。恭喜晒張同學！恭喜晒張安琪同學，唔該晒劉家環先生。最後頒發嘅呢，就唔再係我哋個人表現嘅獎項啦，跟住落嚟頒發嘅會係我哋社際全年總錦標。咁我哋嘅社際比賽，我哋由社際比賽以及陸運會唔同嘅獎項呢，就決定我哋四社今年邊個會獲得我哋嘅社際全年總錦標。咁唔知同學知唔知今年贏嘅係乜社呢？係名社、道社、立社定係德社呢？有啲同學已經見到自己社長出咗嚟㗎啦。
咁今年我哋獲得冠軍嘅社別係德社，恭喜晒德社！我哋有請社長5A 班陳瑤以及社代表 2C 鄧希元同學為我哋領獎，亦都有請社監李顯輝老師一同上台合照留念。恭喜晒德社！好，頒獎嘅部分言語結束，我哋將時間交翻俾陳副校。好，我哋再一次掌聲，恭喜所有得獎嘅同學。好，冇攞到獎嘅同學，來年我哋努力，希望來年上台嘅係你。好，咁我哋今日嘅結業禮暨頒獎典禮圓滿結束，請全體肅立。好，肅立，我哋嘅態度應該係點呢？先請校長、老師可以離開嚇。係，跟住請各位家長亦可以退場。好，全體同學可以坐低啦。